为什么有的伙伴学习也学了，也换了产品，但安利的事业就是做不起来？根本原因就是想的太多，行动太少。80%的时间都停留在想的阶段，结果越想问题越多，反而不敢行动了。很多人还没开始做，就开始担心各种问题，被拒绝怎么办？伙伴不做了怎么办？做了做不起来怎么办？满脑子都是负面的想法，当然就没有行动去做啦。老师说，想是问题，做是答案。安利事业不是靠想出来的，而是做出来的。只有真正行动起来，才能发现很多都是问题，根本不会发生的。经验不是靠学习得来的，而是靠实践得来的。哪怕做错了，也能从中吸取经验，变成宝贵的经验。做对了，能够获得结果，增加信心。